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嘅呢就係我哋新引入嘅洗風喉機械人。機械人佢可以前後左右移動，左右嘅兩邊插頭呢可以轉動去清潔風喉，而插頭亦都可以上下移動。佢嘅範圍最低係250mm，最高就係600mm。機械人亦都可以更換唔同嘅插頭，去適應唔同嘅風喉大小同埋形狀。機械人嘅車身有射燈同埋攝影鏡頭，令到機械人可以喺黑暗嘅環境之下工作。而佢個車底呢，有個吸塵洞，只要將機械人同吸塵機連接，就可以將灰塵吸走。如上圖顯示，最後吸走嘅灰塵就會儲存喺塵袋入邊。機械人嘅操控難度唔高。左邊嘅搖桿呢，可以控制機械人嘅前後左右移動，而右邊嘅搖桿就可以控制插頭嘅上下移動。中間嘅熒幕顯示住車身嘅前方環境，我哋可以靠熒幕去操控機械人。以下就係操控示範。而家我哋會一齊睇睇洗風喉機械人喺現實之中嘅實際應用。首先，機械人嘅插頭就會將風喉入邊嘅灰塵打散，然之後機械人底部入邊嘅吸塵裝置就會將灰塵吸走。最後，我哋會用柯氏消毒藥水幫風喉消毒。我哋嘅介紹影片到此完畢，多謝大家觀看。